敢摸？你敢摸？你是怎么找到我家里来的？我搜遍了方圆5公里，挨家挨户找到你的。有这个必要吗？我真是不小心划错了。我不管，你在粉圆上给我点了喜欢，我就是你的。如果你敢拒绝我，我就喊非礼。你能不能不要这么主动啊？非礼啊！我来了。这是谁呀？你玩软件只点1个喜欢吗？他是我的。你又是从哪来的？我正在结婚，看见你在粉圆上给我点了喜欢，我只能飞奔过来了。老公，谁是你老公？我是她老公。我和她相恋了17年，婚礼我请了500桌亲友，婚房我就准备了8套。你敢横插一脚？你谁啊？对不起，大哥，我真不是故意的。成年人就应该为自己点过的喜欢负责。我没有办法，谁让你先注册了粉圆呢？祝你们幸福。你们不要再打了。他是我的，他是我的。这不是那位已经去世了的网红吗？我只是恰巧和他长得一模一样。哦，那真是太巧了。这还不是盗图吗？粉圆上都是本人真实头像，你把唐老板说的话当放屁吧。